上主，万军的统帅啊！你徛起的所在，互人遐尼意爱，我愿无上主的殿院到要分去。我的心神永怀主上帝欢喜唱歌。以色列啊，着仰望上主，因为上主有不变的慈爱，伊有救赎的大权能。咱起日来吟圣诗255首，圣会独一的地基，请咱起日来吟全首。这是咱同心下头来祈祷。至圣至灵敏，听阮的爸爸，阮感谢你，感谢主对着阮日常生活的看顾甲保守，互阮每一日拢有你圣神的引带、保护甲看顾。爸爸，阮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发出阮的感谢。主啊，阮伫你的面前，要承认告别阮的本性是充满罪恶的。阮时常犯罪，犯着过失来得罪着你。但是你知影，阮的犯罪离开你的道路，浪费你的恩赐。感谢主，求你施恩伫阮的顶面，互阮要忏悔你所无欢喜的事。阮求你带念你的囝，也就是阮的救主耶稣基督，来赦免阮拢总的罪。无论是显明的罪，无论是隐捌的罪，我拢求你
赦免，互阮会当清气来到你的面前。主耶稣，你有怜悯慈悲，你无快快生气，你也无久长的责备。求你伫阮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听内面，接纳阮所有悔改的心。求你用你的圣神引带阮，互阮会通行伫你欢喜义的道路。主啊，这时阮为着阮教会内面身体欠安、经济有需要的兄弟来代祷，求主你帮助引带因、医治因、保守因，互因伫上帝内面得到10分的平安。主，我嘛恳求你看顾阮教会建堂的事工，阮知这件代志无简单做，嘛需要久长的时间。总是上帝你帮助看顾，你的圣神亲自来引带，互阮伫这个过程内面有合一的心志，搁较互阮照着建堂，我会当看见，这是对阮信仰的搁再一摆的操练。互阮因为建堂，互阮的信仰会当搁较一摆提升，互阮哪活群主，哪认捌主，求主你亲自来引带、保守、甲看顾。恳求上帝，今仔日是阮一年一摆的会员好会，求阿爸爸帮助看顾，互阮今仔日的好会会当顺遂。嘛，阮会当看见互所有的兄弟拢会当了解。阮伫事工的顶面，大家伫过去一年所拍拼、所努力的，总是阮也无到位的所在，互阮用谦卑的心看见阮搁较需要拍拼的所在。恳求上帝你亲自帮助、看顾甲保守。主啊，我嘛恳求你看顾阮台湾一尽平安。伫这个世界局势动乱的时阵，尤其是世界的领袖。因伫这个时间，阮总是会看见侪新闻伫咧报道因侪的举止，毋管有下伫上帝你的旨意抑无，总是上帝我毋知面前的路站，阮只有求上帝你，互阮台湾会当伫这个世界局势变化的时，有上帝你所赏赐的平安以及引带。主，我嘛恳求你看顾阮教会前二教姊妹。互伊的照顾会当真顺遂，互伊家庭有合一的心志，互伊得到好的安养。嘛看顾詹怡婷，伫伊有效的心恳求上帝你保守伊，迁调会当一尽顺遂。嘛恳求上帝你看顾杨志祥弟兄，伊伫食药的方面，伊这个类固醇的药会当有上帝你圣神的医治甲看顾，顺利来摕调去。恳求主，你亲自来医治吕朝金弟兄的手，互伊得到上帝你全然的医治。嘛，恳求上帝你保守看顾犹国利弟兄伫开刀了后的复原，有上帝你圣神的医治甲引带。阿爸爸，阮向你献上阮的感谢。这时，阮要求圣神来光照阮，使阮众兄弟拢有智慧的心，有聪明的灵，会当明白今仔日牧师所要讲的道理，嘛恳求上帝你赏赐牧师有稳定甲智慧，互牧师所分享的信息，诚侪阮众兄弟的帮助。这时，阮要用我主所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
这是咱来启用，今仔日的启用文是第19篇，嘛是诗篇84篇。伫圣诗的后壁面有咱三角来交托。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你徛起的所在，遐尼互人意爱。我愿无上主的殿院到要分去。我的心情永远上帝欢喜唱歌。一声，万军的统帅上主，我的王，我的上帝啊！赤鸟啊，伫你的祭坛边做收。连婴仔嘛伫遐为着家己找着父阿囝的收。徛起伫你的殿院的人真有福气。因称赞你无煞。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因得切爱上锡安山雕像。因经过的大数山谷，拢变做泉源。秋雨降落，福气满满。因哪行哪有力，拢要伫锡安朝见上帝。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我国上帝啊，求你按空来听。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眷顾。求你赐我所设立的王。伫你的殿院点一日，较赢伫别位点1000日。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嘛毋愿点伫邪恶的人的厝内。一声，因为主上帝是日头，是金牌，伊互咱恩惠甲光荣。伊毋捌留一项好物，无互正直的人。一声，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这时，咱来恭听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节是记载伫马拉基书第3章第8节到第12节。我先来读台语的汉字。我问恁，人偷摕上帝的面捡着，恁竟然有人在偷摕我的面？恁问，阮安怎甲你偷？恁就是无照规定奉献1/10甲其他的捐献，恁拢会受重的咒诅，因为恁全国拢伫甲我偷。上主万军的统帅讲，恁着将1/10的奉献全数摕来放伫库房，安尼我的圣殿就有够额的食面。来试看，我会为着恁开天窗，将福气拼落来，互恁啊袂。上主万军的统帅佫讲，我要阻止草蜢毁坏恁土地的出产，要互园里的葡萄树结真侪葡萄。上主万军的统帅讲，安尼万国拢会讲恁上有福气，因为恁的地会互人伫遐安居乐业。过来，我来读和合本华语版。人岂可抢夺上帝呢？你们竟然抢夺我！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抢夺你呢？其实就是在你们当纳的1/10奉献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全国上下都抢夺我的供物，诅咒就临到你们身上。你们要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果实未熟已先，
也不会掉落。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必成为喜乐之地。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愿上帝祝福听他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这时，咱要请主日老来学老，因今仔日要唱的诗歌是《我主与我》。这条歌真简单，请咱会友甲咱的水路学生同齐过来唱一遍。我主与我同行，我跟随主交通。我主与我，我主与我，我主与我同在。我们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称颂。好，这时咱要请牧师来正道。牧师今日要正道的题目是“请服于你”。兄弟平安，咱真感谢咱的主日学学生带咱来将一切学乐归伫咱的主上帝，咱同心来祈祷。稳定的主，我满心感谢你，
伫你丰盛恩典，甲你的慈悲怜悯，带你带领你家己的教会来安尼行头前，因为有主你伫阮的头前来引带阮，带领阮，互阮会通安尼。虽然有经过侪侪的遮的安尼风波甲着遮的安尼逆境，但是因为有主你甲阮相仔伫地，阮就无任何的惊吓。也愿你的神不断来引带带领阮，互阮伫阮的日常生活中，真正会通安尼活出主你啊，阮活出的款式，就是会通安尼效法主你的模样，佮照着圣经所教示的，阮伫遐安尼来遵守，互你的话成做阮安尼日常的安尼准绳，行伫主你啊，阮行的路中，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免今仔日咱礼拜后，咱要召开定期的即个会员好会，来安尼数算上帝伫过去一年的对咱的恩典。咱伫咧数算上帝的即个恩典的，伫咧咱的信仰中奉献是一种对上帝的信靠、甲顺服，以及归荣光伫主的一种的表现。检采有人会伫遐安尼质疑讲奉献的迄个必要性，但是圣经真清楚甲咱教导讲，咱的迄个祝福甲着奉献之间有一个真密切的迄个关系，也是基督徒咱所应该爱去面对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咱每一项咱拢期待，咱嘛拢真渴望迄个上帝的祝福。但是咱毋通袂记哩一个真要紧的一个原则，就是咱上帝祝福甲着咱的即个咱是毋是有欢喜顺服伫上帝伊对咱的迄款安尼的教示是息息相关的。今仔日咱要透过着即个咱今仔日所领受的即个经文，马拉基书第3章第8节到12节。以及伫咧申命记内面，上帝命令咱搁一摆来回想，咱来探讨即个十一奉献，甲着咱一般咱的迄个奉献，甲建堂即中间的一寡意义，以及上帝要怎样透过着安尼咱所行所做赐落伊迄个丰盛的祝福，甲着迄个以及即个规个伊的属灵的原则。伫咧上帝的即个经济的即个法则的内面，伫上帝的角度内面，要决定一件代志，真要紧的就是迄个次序迄个宽平的迄个次序。上帝是迄个伫即个规个即个经济也好，所有的即个代志顶面上帝是迄个上悬的迄个宽平。第二是咱的迄个良心。良心引带咱行代志，这也是安怎讲良心放伫咧第二个，是因为咱爱知影讲，若是无信主的人，要安怎去安尼评断伊所行所做，是毋是有下伫咧安尼上帝心意？一个真要紧的是放伫人迄个心内迄个良心，迄个良心真要紧，良心引带咱行伫咧迄个正确的道路顶面，所以。当人行毋对的时阵，良心伫咱的内心内面，实际上有对人伫遐咧甲咱谴责。问题是咱有欢喜要互良心来甲咱安尼引带无？第三，则是迄个国家的迄个法律，是全体即个国民，也包括着所有遮个咱讲叫做共通的遮个法则，是大家人共同爱去遵守的。是包括不管你是基督徒，你是非基督徒，所有大家人拢爱伫即个公平的次序内面。但是，迄个上悬的，就是上帝伊的迄个标准。当咱伫咧面对各种的这个问题时，咱要安怎讲？咱伫遐讲，咱称做迄个讲上帝名下的子民。伫咧历代志下第7章讲啦，讲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自己，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这一个真要紧的，咱既然咱讲咱称做迄个上帝伊名下
拢是上帝的子民，咱是毋是真正伫遐有欢喜来谦卑，伫遐来祈祷、来悔改，离开咱所行的遐个歹行为？所以咱应该用上帝来伊的话来成做咱的标准，优先来遵行上帝伊的迄个法则，毋是干那安尼讲单凭迄个法律，也是讲迄个个人的良心来伫遐来衡量安尼那尔。尤其咱讲咱做咱是一个基督徒，咱搁较袂通用着即个世俗的即个标准来伫遐来衡量咱的包括咱的财务管理等等遮的。所以，伫咧今仔日咱所要讲的迄个11奉献的迄个原则，圣经安怎甲咱教导？伫咧咱的即个规个迄个财务、迄个财富的即个管理，咱是毋是有符合着上帝的心意的内面？毋是咱所领受着上帝遮所有一切恩典，咱并毋是全部据为己有。伫咧马拉基书第3章第10节，咱讲上帝伫遐真清楚讲安那，伊伫遐讲，你们要将那当纳的1/10，全然的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伊伫即个所在，伫咧过去以早伫咧旧约的时代，上帝仓库伫咧倒位？无可能伫咧地上，是伫咧天呢。但是若伫咧地上，迄个当有圣殿了了，迄个当纳的1/10送入仓库，迄个仓库若伫咧地上所指的是圣殿，也就是讲，咱表示讲，伫咧这个所在真清楚，上帝用到马拉基书第3章伫遮甲咱讲起的，迄个11奉献是上帝的命令，毋是迄个你可有可无的，并。佫是爱安怎？是爱咱伫遐忠心来伫遐来安尼来接受的，去伫遐来奉献的。上帝伊伫遐讲哪？伊伫遐应允讲，伊要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后壁佫讲一句，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当若讲到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时阵，是表示讲，毋若是干那上帝讲，佫包括。伫咧伊四周围所有的天使天君，同齐伫遐，同齐来讲着即句话，讲这是上帝讲的。所以上帝伊伫遐应允讲，你将当纳的1/10全然的送入仓库，讲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所以上帝伊要祝福互人的，伊毋是迄种安尼讲用好看一小汤匙一匙一匙的给你。伊是用饼，是用水桶，用规个用互你心袂掉的。只要你若有遵守上帝的命令，所以除了一个11奉献的迄个圣经，其实还佫有另外一个奉献，嘛伫咱今仔日经文内面出现的，就是伊伫遐讲，咱这个部分也是咱时常会去忽略的部分。就是咱伫咧讲到即个11奉献的时阵，会去忽略的一个部分，就是讲起到迄个当献的公物。当献的公物，即个也是那迄个就是第一原文就是个 teruma， 伊的意思就是出手的果子，这是要归互迄个祭司的。这是就讲咱伫咧建造，伫遐修成，迄个拄仔安尼栽落来。咱拢知影，你伫咧亲像讲水果也好，咱水果头水的水果有好食无？无好食呢。但是头水的即个水果是先互啥物人？1/10互祭司啦。所以上帝毋是摕咱上好的。即个若伫咧，咱来用咱今世即个世代，咱来看着讲，即个部分就是互遐个。属灵领袖的迄个讲对属灵领袖的尊荣，伫咧即个部分，若是用着犹太的迄个传统内面，应该就是迄个1/10内面的迄个差不多只有1/4的部分，也就是讲不是10%，是2.5%。若是咱照着即个利未记，甲着迄个申命记以及马拉基书内面。
咱就会通，咱要来探讨即个财务管理的规个迄个圣经的模型。圣经甲咱讲一个真要紧的原则，咱若读旧约的时阵，伫咧利未记内面19章内面有提起着，就是讲迄个你的田的四角爱留互啥物人？爱留互善车人。咱同齐来读即句话，即段经文，利未记19章，你们在自己的地收割庄稼时，不可割尽田的角落，也不可拾取庄稼所掉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葡萄，也不可拾取葡萄园中掉落的葡萄，要把它们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伫这说的真清楚，甲咱讲起着，迄个田的四角是啥物人的？毋是咱的。就算讲咱种做安尼，咱是毋是讲我种做我田的四角我拢卖种？上帝并无安尼讲，伊敢若讲田的四角你袂使收，搁你落落去的，迄毋是你的，你爱留咧互啥物人？互善车人甲遐个出外人。后壁搁讲一句：我是耶和华恁的上帝。所以伫即个所在，真清楚甲咱讲，安尼咱要安怎来去想讲即个安尼迄个四角是安怎算？才有一个图。这是一个正方形，内面有一个内切圆。这个内切圆的意思就是，咱内底有一寡数学专家吼，咱看嘛讲我算了对啊毋对？正方形是你要收割的这个庄稼的田，你袂通挂四个角，这四边的角，所以这个四边的角是要留给旁边的人，是给别人的。也就是讲，你的工作、你的领域、你的范围内面，你袂使拢总食。也就是你只能吃那个圆饼的部分，四角的部分不属于你的。所以咱来做一个简单的数学的计算。如果正方形每边是20公分，安尼它的面积是多少？四方形的面积是多少？是不是400平方公分，而圆形的面积的半径是多少？是10公分，对不对？那我们都知道那个圆形要怎么算？派3.14乘以10公分，就是314平方公分。对这两个面积，咱就通对照。表示咱所得的财富内面有一部分应该是要摕来祝福其他的人的。经过这个数学的运算了，咱的迄个财务管理的迄个黄金比例是多少？是79%。79% 是咱的，21% 是应该奉献出去的。这是上帝伊的迄个经济的法则，甲着伊的架构。也就是伫咧这个所在，上帝讲：“你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所以，咱根据圣经，咱来看10%的这个次数，伫咧这个10%的这个奉献内面，伊分作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迄个，咱头一开始讲到迄个 teruma 的迄个部分，迄个10%，迄个是要归互祭司的。咱若用即马来讲，就是互即马的咱的迄个属灵领袖。第二个部分就是咱的第一个11的奉献，迄是要互牧养你的教会。伫咧马拉基书内面，也讲起，这个部分10%是要奉献归入上帝的仓库，使我家有粮。咱即马伫咧，咱即马现今就是咱所属的教会，互教会有法度去运作等等遮的。第三个部分就是迄个第二个11奉献，是留给自己跟家人来朝见上帝。伫这个第二个11内面有分成，伫咧经文内面有讲起着讲，迄个第3年的时阵，
爱摕去迄个爱分互遐个迄个善车人甲孤儿寡妇。所以第一部分迄个正讲第二个11奉献的第一个部分是2/3的部分，也就是大概6.67% 的部分，是要留互咱伊伫遐讲啊呐，讲要互你去互迄个。伊遐讲到迄个，讲要互迄个利未人的部分，就是要留互咱甲咱的迄个厝内人，要去雕见上帝的时阵，咱伫遐来敬拜，伫遐参加特会以及教会等等遮的一寡宣教的事工等等遮的，要诚做你的奉献的迄个项目。另外，迄个第二个11的部分，剩1/3，迄个是要诚做迄个关怀。迄个咱讲伫咧教会内面，就是诚做迄个做慈惠的事工，咧关心教会内面遮个弱势者遮个做遮个支出，包括传道人的即个迄个为着传道人的奉献。所以咱若用安尼来去甲算的时阵，咱来用到一个叫做那个家我头仔袂记第二个11奉献内面，伊讲每3年的最后1年，也就是为什么我他讲有1/3跟2/3，就是那2/3是给第一个，他是说给谁？给利未人，有没有？但是那个每3年的最后1年，也就是剩下的1/3的那个部分，迄个10%，是要互遐个孤儿寡妇等等遮的，所以。咱就会通真清楚去看见讲，迄个规个上帝伊的迄个经济的迄个属灵原则内面，咱来用一个安尼实际的例，咱来看。如果你今仔日你一个月内面，你的收入是3万块，咱来小算者，咱头仔讲第一项，你的 teruma 有出手的果子，你将这个3万块的2.5% 是多少？是750块，这个部分，咱3万减750块等于29250块，再扣掉我们第一个的11，就是29250块减掉2925块，就是你的11的部分，奉献互牧养你的教会，你剩偌济？剩26325块，佮将这个26325块，咱佮甲11落去算的时阵，内底有10%，你剩偌济？剩23692.5元，有没有？多算起来多是偌济？多是78.975%，也就是讲，你最终你个人你可支配的这个财富是79%，其余的21%应该爱照着圣经原则爱奉献出去。多好印证咱头拄仔咱咧讲的迄个四方形甲迄个圆形的理论。伫咱的圣经内面，咱会通看见，咱看上帝的即个伊的迄个经济的法则，伫咧咱的历史内面，其实一直不断伫遐重复伫遐咧印证。我会通咱会用想象讲。咱伫咧咱的迄个圣经内面有讲到迄个7年，每7年是个安息年，咱用这个来去算，上帝会重新搁一届来重新分配迄个财富。咱若来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咱伫咧2000年的时候，2001年伫咧犹太历都好是安息年，安息年那一年，2001年那一年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迄个美国
迄个911事件，911的即个事件，迄天一开盘，因为还未上班嘛，对无？迄个飞机一弄落去，迄天股市开盘1点钟，马上停止交易，是安怎？因为一直崩盘，挡袂牢。结果崩偌久？1礼拜。到后来，迄个9月18，迄天开盘，迄一天开市，市场跌了7%。吼，迄天拄好就是犹太历的最后一天，也就是所谓的以路月的29日，也就是咱讲犹太历内面的除夕夜。也就是讲，每一摆到安息年的这一年，上帝伊要算总账，伊要将迄个歹人的钱全部甲伊移平。所以咱就通看见上帝伊有伊的法则，我紧你会用真，伫咧即个世上你会用真请呀。但是时到的时阵，上帝的时间到，伊要甲你算。搁过7年，2008年发生啥物代志？迄一年，咱也会记哩，迄一年拄好是金融风暴。迄一年的以路月29日除夕夜那一天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迄一年拄好伫咧除夕夜拄好是9月28日，发生了整个美国的市场道琼工业指数下跌777点。搁过7年，2015年迄年，咱也有印象，伫中国有足侪的跳楼的事件，因为迄年因为足侪人因为股票的缘故跳楼。咱若无记毋对，咱伫咧迄阵仔，连包括郭台铭，伊都爱请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中基的医生去到伫中国去帮助伊的遮个员工，因为一大堆员工伫遐一直伫遐咧迄落跳楼。搁过7年，2022年，我相信咱搁较有印象，2022年发生了什么事？拄好就是迄个伫咧迄一年发生真侪代志，除了疫情。迄个 COVID-19 的疫情以外，会带来迄个经济损失，搁迄一年是乌俄战争开始，多偌侪人受到影响。咱到底有伫咧迄个中间受到管教较无？是讲咱伫咧迄个中间，因为咱欢喜受管教，咱伫迄个中间来去得到上帝祝福无？弟兄姊，搁过来是2029年了。咱敢要到伫迄时阵，靠上帝甲咱将咱所努力的，搁一届甲咱付掉。所以，尤其是咱台湾，咱面临这中国遐尼大的对咱的迄个压力，咱敢会晓想看卖啊？若是受到攻击的时阵，你的身台票有可能一夕之间变壁纸。咱是毋是应该搁一届转来到伫上帝的话语内面？上帝怎样讲？讲咱若好好顺探上帝伊对咱的迄个命令，咱行伫迄个中间，咱就算讲。伫咧迄个安尼做遮个风波的过程内面，咱看见，拄我讲起遮个年，敢是有个人悠然过着平安的日子吗？如果因若是行伫咧上帝的迄个道路顶面，上帝会保守伊，互伊的安尼所得到的，拢伫上帝的固守的内面，拢无得到恶当当的事。所以弟兄姊，无需要搁一届来鼓励咱，
以此试试我们的主是否倾福于你。咱拢想想讲，今仔日如果咱若将迄个11奉献挪作其他用途，就讲我共款，我只有干那奉献1/10，但是我即摆毋是奉献伫咧教会的经常费，是奉献亲像讲迄个为着其他的奉献，包括为着建堂，包括为着其他的遮机构。我要问，安尼是毋是抢夺上帝？那台语讲叫做偷摕上帝。因为上帝啊讲，伫马拉基书内面讲，你们岂可抢夺我？台语讲人偷摕上帝的物捡着，恁竟然有人在偷我的物，就是无照规定奉献1/10，甲其他的关系。后壁迄句话，其他的关系，无遵守上帝的命令，就是抢夺上帝。偷摕上帝的物，但是当咱愿意去遵行上帝的奉献原则的时阵，咱会通去经历到是上帝伊的丰盛的祝福。所以咧，兄弟，迄个臣服于你，毋是一句口号，伊嘛毋是干那理论，乃是一个真实的上帝对咱的迄个应允。咱毋好想讲我原底本底我会使。会通搁加差不多10%，我会通搁摕来做享受的。但是上帝讲，你应该交出来，交出来，毋是是要来归荣光上帝，要来帮赞这个孤儿寡妇，互教会会通做好的事工。搁咱伫咧奉献了后，咱是毋是也伫遐有对教会有迄款安尼100%的迄个信任？咱所选出来的同工，咱所选出来的这种职，伊敢会甲咱偷？咱有对迄款安尼的信任啊无？我若有当时我若伫咧开会咧甲人咧开会时阵，听见有的教会伫遐咧讲起因的会员好会，偌尔啊顺利甚至用1点半钟的时间，佫会使选中职。会员好会开了，佫选中职无？用1点半钟。咱要用偌久的时间开会？用伫咧遐济时间伫遐咧，到底咱所看重的是啥物货？咱是毋是有对上帝有迄种100%的尊荣？包括咱家己所选出来的种职，咱是毋是咱对迄个中间，咱敢有迄款安尼欢喜来伫遐来信任因所行所做？这敢毋是咱家己选出来？是否请服于你们？亲像咱伫遐安尼，当咱欢喜谦卑伫上帝面前，愿意来成做迄个祝福的管道，咱感觉讲，咱哪像咱看起来，咱哪像是失去1/10，但是你敢无迄款安尼迄个把握，甲迄款安尼的确信，上帝伊要补足你到有剩。当咱愿意成做迄个祝福的管道，将咱的财富管理来照着上帝的心意，照上帝伊的法则来伫遐来行的时阵，咱就要亲自来伫遐看见，来遐见证上帝怎样用着奇妙的方式来供应咱的欠缺。就较亲像咱今仔咱所领受的经文内面讲安怎？他说：“你以此试试我，是我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后壁佫一句，这是上帝应允。伊讲讲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果树未熟已先，也不会掉落。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为你们必成为喜乐之地。那么想过上帝伊这个应允遐尼啊大，你所落落的。上帝伊为你保守，伊讲伊讲你
你的果子、你的果实也未成熟的时阵，未落果子呢。上帝伊安尼应允，伊讲啊，你试我看卖啊咧。咱是毋是有欢喜来伫迄个中间来真正实行，来看见上帝伊怎样伫你的生命内面做迄个奇妙的工，啊无咱怎样讲咱真做一个基督徒，搁咱对上帝的话语却是心中充满了怀疑。当咱若欢喜安尼行的时阵，你要看见上帝伊安怎带领你、引带你，互你伫咧你所拄着，你就算讲你拄着困境，伊也要带你去带领你跨越即个困境。所以，咱应该搁较注神伫咱的主的顶面，看见主伊伫咱的生命内面，伊做啥物安尼真奇妙的代志。咱无搁再干注目伫啊，我著干那遮尔，啊你看啊人伊遐济着，我干那安尼尔。咱爱看见的是上帝已经互我遮尔啊济，我感谢主。搁过来咧，我要伫遐看见上帝伊伫我生命内面做一个无共款的，我要去经历迄个无共款的。当咱看见人遐尔啊好的时阵，咱毋是做比较，咱是伫遐感谢讲主啊，我感谢你，你互伊有安尼遮尔啊丰盛。主，你嘛使我会通甲伊共款丰盛。互咱每一个人，咱伫咱的生命内面会通。每一个人拢会通安尼，搁过来，咱会通伫众人的面前，伫遐来见证上帝怎样伫咱的生命内面做迄个奇妙的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过来，咱伫咱的过来日子，咱会通看见上帝怎样引带咱、带领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话语，搁一摆来提醒阮即个财务管理的原则。也帮助阮愿意将阮所得的21%来分别做成，成做祝福的管道，互阮毋但阮家己得到福气，也要祝福教会甲有需要的人。主，阮愿意来顺服你的法则，求你伫阮的财富的顶面来彰显你的信息甲你的恩典，互阮伫遐。安尼，当阮愿意顺服的时阵，主你着照你所应允的，施恩所伫阮每一人的顶面。阮安尼恳求祈祷，拢上过主要所基督圣名，阿免。这时，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379首，圣诗379首。愿我为哪听你，我主基督。咱起立来吟全首。Amen.
愿倚着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玛利亚出世，伫本州表岛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甲坐全能的父上帝的大殿。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父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是咱请庄训甲恩心执事来书会。这是咱来看本周的金句吼。今仔日的金句吼，咱做伙来读吼。这个是台语吼，来。上主万军的统帅国，恁着将1/10的奉献全数摕来放伫库房，安尼我的圣殿就有够额的食米。来试看我会为着恁开天空，将福气拼落来，互恁也袂。马拉基书第3章第10节。好，过来咱来看华语。好，我们一起来念。你们要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马拉基书第3章10节。过来，咱来迎新报告吼。毋知有第一届来到咱当中了无？好，
哎，文科弟兄旁边那位弟兄有来过。那个永哦福，哎，永福的弟弟志宏。哦，好，欢迎啊。安尼咱来看报告吼。报告事项，今仔日要举行2024年的定期会员好会吼。请咱会员来留落来听这个报告吼。然后咱今年有调整哦，毋是点名，是签到。所以，若明仔做礼拜做煞时，伫外口有签到表，请咱来记得去签到哦，有签到就等一下不会再点名，会直接算那个签到，就可以知道说有没有晨会请大家到三工一定要签到拜托过来就是一个主日是咱这个妇女事工的纪念主日我若是合堂所以后礼拜嘛是共款一堂礼拜中要特别安排咱本会妇女团契的姊妹参与各项的服侍，请同工备办心嘛请为着咱的妇女的事工关心态度甲奉献。礼拜结束了后有爱餐后礼拜请兄弟老婆来参加。第3点就是下主日爱餐结束了后，主日就有邀请一个救赎君王故事性的这个桌游作者要来咱遮分享伊安怎设计到时会当安怎来使用。所以咱若主日都团契家庭的聚会，拢通来使用这个桌游欢迎咱的兄弟同齐来参加听讲是伫外国来的作者是外国人啦应该会晓讲迄个华语啦所以通沟通没有问题啦欢迎大家来听安尼啦这是特别甲邀请的过来就是请咱各团契开始来备办后一季的这个聚会内容嘛，请咱伫3月16进前交办公室通来做安排。过来是集体消息的部分第1点咱家己来过目第2点3月初5开始就是拜三伫咱3月初5伫咱教会每一礼拜三的早起时9点到12点台湾女子神学院来开这个士师记甲罗马书的这个圣经课程，欢迎咱兄弟报名参加。第3点就是3月初8拜六早起时伫罗东教会有这个普测检查咱请相关的这个同工照咱的普测去受检啦所以其实兄弟拢有当知咱长老教会是足有体制，所以我比如讲咱的小会记录、中级会记录，毋是咱家己写了就好还佫摕去检查。就会一层一层都会那个啦消嘛是共款啦过来第4点就是3月初8这个下晡这咱家己过目第4点甲第5点兄弟家己过目大道事项部分就是咱为着简立娇、詹依婷、杨志强、吕朝金甲尤国立咱平常时家己每一天的祈祷内面拢通为着因来代祷过来就是咱的这个顶洲聚会出席奉献的报告部分，请兄弟来过目后一礼拜过来，这礼拜咱轮到咱服侍兄弟请咱备办心，然后上尾这个过期的报告请兄弟咱家己来看若是有毋对的所在，则找办公室来做这个更正好，请我做补充。好，无安尼咱来看这个，咱来吟。祝福的诗落尾首的圣诗394首，这是礼拜伫要煞，咱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哪里？
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离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避讳。咱安尼请大家人较等的吼，会通来去后壁遐签名，迄落咱的招待桌遐来签名。了，咱要伫咧10:50，10:50要来开始开会。